家一齊攜手去推動中醫藥嘅發展，推動中醫文化，推動我哋中國嘅傳統文化。希望通過義診、健康講座和面對面諮詢等方式，讓大家更好地了解自身，提高自己的生活。辦呢個活動，令到大家對中醫有咗更多嘅認識，同埋對健康亦都會提高。頭先我自己都睇咗下嘅，都係即刻見效咯。我覺得好神奇。即係西醫始終係一個表，即係最基本嘅，但係要斷尾嘅，可能真係要中醫先可以令到你更加好咯。得着就俾出一個好嘅日常生活嘅方法啦。